因为讲到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侯友宜，昨是出发到美国，除了伫4个地区发表演说，也会参美国的参众议员、甲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 Rosenberg 见面。侯友宜强调，美国是中华民国坚定的盟友，维护民主自由，展现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。也若讲到民进党的赖清德伫咧论坛的时阵，是讲到台湾的健保制度已经行到必须要改革的时阵。从机场大厅，真侪支持者也国旗画加油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0时出发，展开总共8天的访美行程，看到群众热情欢送，侯友宜欢头喜面直直握手。下去！机场外民众抗议唱声，和警方赶走。侯友宜这次访美行程会访问华府、纽约、纽特西、旧金山这城市，受邀请第4个地区演讲。嘛和美国各个参众议员见面，拜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，和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会面。AIT 讲真欢迎，会公平对待每一个参选人。期待美国能够持续对台海区域的稳定和平给予更高度的关注，并协助台湾对印太区域自由经济贸易的参与。侯友宜讲，美国和中华民国是坚定的长期盟友，透过访美展现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，嘛参与侨界活动，争取侨胞支持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台湾迈向健康大国永续发展论坛，将对医界提出几项建言，包括设立健保安定基金、提升医疗费用 GDP 占比，中照3点明定。赖清德讲，健保袂使动，嘛袂使拍折，不过即马是一定要改革的时阵。当然可以靠新的制度，这个出诊的这个新的健保制度，但是我认为家庭医师制度落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。针对在野党化工重启服务，赖清德坚决反对，批评服务若统计，中国的服务业只要投资600万，就当踮喺台湾投资设点，和台湾拼价竞争。呼吁支持者用选票守护台湾的产业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